2026年8月26號，60歲嘅張錦程啱啱喺《日落下的彩虹》入面做完一個腦退化嘅老豆，演技好到俾網民封做香港馬龍白蘭度。點知戲外，佢嘅私生活突然爆咗單大新聞，有港媒報道佢同內地女星張妍已經離咗婚。記者去問張錦程，冇多講，只係覆咗一個字，係，就係咁簡單。20年嘅婚姻用一個字埋單。呢對曾經俾人話係中港模範夫妻嘅組合，原來早喺2024年已經簽咗紙，靜靜雞搞掂晒所有手續，只係一路等到個女大個，飛咗去紐西蘭讀大學，佢哋先至正式對外鬆口。但講返轉頭，呢段故事嘅開頭其實好浪漫。1996年嘅上海，一檔叫做繞着神州走嘅旅遊節目。嗰年張妍26歲，佢係西安女仔，跳現代舞出身。1990年攞過廣州美在花城選美冠軍。嗰陣佢氣質清純，港媒叫佢做翻版周海媚。同佢拍檔嘅係大佢5年嘅香港演員張錦程，戴住黑框眼鏡，其貌不揚。第一次見面，張妍對呢個拍檔完全冇好感，甚至覺得佢樣貌普通，難聽啲講就係覺得佢樣衰。但張錦程對張妍完全係另一回事，佢一見鍾情，主動示好，甚至將兩人合作嘅片段剪成錄影帶送俾張妍。可惜雙王有夢，神女無心，張妍反應冷淡。最搞笑嘅係，兩人仲抄錯咗對方嘅電話號碼。就係咁斷聯，一斷就係5年。2001年，北京，一次唔經意嘅重逢。張妍喺北京郊區嘅片場拍緊戲，有人同佢講有朋友嚟探班，打開門，竟然係5年前嗰個香港拍檔。呢次再見，兩個人都係單身。張錦程着住一件繡花嘅淺色唐裝，成個造型令張妍眼前一亮，佢突然覺得呢個男人好似順眼咗好多。5年時間可以改變好多嘢，佢哋順其自然咁行埋一齊。但呢段感情由一開始就注定唔容易，一個喺香港發展，一個長駐內地拍戲。拍拖期間，兩人長期異地，靠電話同錄音帶維繫感情。人哋拍拖係朝夕相對，佢哋拍拖係一次又一次嘅跨城奔赴。張錦程對呢段感情投入得好深，拍拖3年，佢求咗3次婚，頭2次都俾張妍拒絕咗。嗰陣張妍正值事業上升期，性格又保守，對婚姻冇乜安全感。但張錦程冇放棄。第3次求婚有2個講法，一個話係一次街頭小爭執之後，佢唔想再拖，當街單膝下跪。另一個講法浪漫啲，佢用咗成晚，將鮮花鋪滿張妍屋企門口，張妍收工返屋企見到成地花，終於俾呢份誠意打動。無論邊個版本先係真，總之張妍點咗頭。為咗融入張妍嘅生活，土生土長嘅香港仔張錦程開始咗一場徹底嘅自我改造，死練普通話，學煮北方菜，適應內地嘅人情世故。第一次上門見張妍父母，佢陪老人家傾偈摘菜，用最笨但最誠懇嘅方式敲開咗呢道門。2004年2月1號，兩人喺香港紅棉路婚姻註冊處正式註冊結婚。婚禮低調但溫馨，圈中好友張家輝、關詠荷夫婦、黃智賢、林家棟等都到場見證。婚後第2年，張妍喺香港誕下女兒張鵑夢。據講，著名導演徐克仲認咗佢哋個女做契女。事業有成，家庭美滿，所有人都覺得呢對夫妻會一直幸福落去。婚後嘅張錦程確實係一個識得製造浪漫嘅老公。最經典嘅一幕係佢專登由香港捧住個生日蛋糕，一路小心翼翼咁帶到廣州，就為咗俾正在拍戲嘅張妍慶生。張妍食唔慣南方菜，張錦程就自學北方菜。張妍好少煮飯，反而將老公訓練成咗屋企嘅大廚。為咗等老婆冇後顧之憂，張錦程甚至一度放棄自己嘅演藝事業，專心做張妍嘅經紀人。張妍曾經喺訪問入面甜絲絲咁講，
遇到張錦程係我嘅幸運。呢啲片段拼湊出嚟嘅係一段令人羨慕嘅婚姻，但現實永遠冇童話咁完美。張妍憑粉紅女郎男人婆一角爆紅之後，內地影視資源源源不絕，事業根基徹底紮咗喺內地。而張錦程嘅人脈、市場、生活圈子全部喺香港。由個女出世開始，兩人就進入咗長期異地分居嘅模式。呢個唔係偶爾分開幾個月，而係20年來最少嚟多。張錦程曾經講過，自己有4-5個月都唔喺屋企。就算佢返內地拍戲，都係住喺劇組酒店，兩公婆好少見面。按照佢嘅講法，兩人結婚20年，一齊生活嘅時間5隻手指數得晒。有報道指，兩人長期分居，個女留喺香港由爺爺嫲嫲照顧，張妍則返內地工作。冇朝夕相處嘅日常，冇一齊柴米油鹽嘅磨合，一年到頭團聚嘅日子屈指可數。南北生活差異，成長環境唔同，湊仔理念分歧，兩地作息節奏完全對唔上。情侶靠愛可以抵消差異，婚姻靠日常磨合解決問題，而佢哋連磨合嘅機會都冇。為咗呢段婚姻，雙方都付出咗巨大嘅代價。張錦程嘅付出藏喺細節入面。張妍懷孕期間身體負擔好大，體重飆升，狀態好差。事業正當上升期嘅張錦程直接停工陪產，推晒所有香港片約，由零開始學煮飯、調理飲食、打理家務。銀幕上殺伐果斷嘅傅老大，喺屋企甘心洗手作羹湯。個女成長嘅10幾年，佢堅持記錄晒所有成長細節。而張妍嘅犧牲同樣巨大。粉紅女郎爆紅之後，佢手執頂級流量，但佢主動降低熱度，推掉商業資源，減少曝光。人哋趁巔峰拼命揾資源，衝地位，佢主動退落嚟，將時間留俾家庭同個女。外人眼中，呢對係郎才女貌、低調恩愛嘅模範夫妻，但真實嘅婚姻入面，兩人由結婚第2年開始，就過住假性單身嘅日子。張錦程嘅社交平台長年只更新工作動態，幾乎唔提家庭。夫妻同康嘅畫面早已絕迹。2023年，張妍獨自去東非旅行，全程冇張錦程陪伴。佢哋由頭到尾都唔係唔愛對方，只係唔適合長期過日子。為咗個女嘅童年，兩人達成咗一種無聲嘅默契，唔撕破，唔冷戰，唔離婚，撐到個女大個。個女張嘉夢14歲嗰年被送到紐西蘭讀書，幾年之後，個女滿18歲，正式升讀大學。直至個女唔再需要父母貼身照料，兩人先正式決定解除婚姻關係。2024年，兩人低調辦理離婚手續。2026年8月26號，面對港媒求證，張錦程只回應咗一個字，係。消息一出，好多觀眾都話估唔到。畢竟喺大多數人嘅印象中，張錦程同張妍一直係一對低調但穩定嘅夫妻，佢哋唔靠夫妻綜藝賺熱度，好少公開家庭瑣事，偶爾提到對方，留低嘅都係感情唔錯嘅印象。據港媒報道，兩人因生活節奏同價值觀嘅顯著差異，導致感情逐漸疏離。長期兩地分居，令呢段婚姻早已失去咗日常嘅溫度。張妍近年主攻現實題材劇，長駐橫店或甘肅取景；張錦程則紮根香港影視圈，拍網劇、做舞台劇導演。兩人上一次同康，仲要數到2019年深圳電影節嘅紅地毯。呢段維持咗20年嘅婚姻，與其話係愛情，不如話係為咗個女成長而維持嘅一種默契相守。等到個女獨立成人，呢場家庭嘅合作就自然而然咁結束咗。離婚之後嘅兩人走上咗截然唔同嘅事業軌道。張妍近年作品數量逐漸減少，生活變得低調。但2026年6月，佢簽約咗新經紀公司星之傳媒，正式準備復出。而張錦程嘅事業卻迎來咗第二春，佢憑那天盛夏、我們綻放如花、我談的那場戀愛、三命等作品接連出圈。
啱啱播完嘅《日落下的彩虹》入面，佢飾演患有失智症嘅大軍叔，演技被觀眾大讚有影帝水平。離婚消息傳出嗰日，張錦程更新咗一條純黑背景嘅微博，3個鐘之後刪咗。張妍同日出咗一組敦煌戈壁嘅日落相，配文只有3個字：風過耳。兩人冇互刪，冇取消關注，社交平台仍然互相關注。有網民感嘆中港婚姻真係好難維繫，亦有人對佢哋和平分手嘅成熟處理表示欣賞。等個女大咗先至辦手續，算係好負責任㗎啦。從1996年初次相識，到2001年正式拍拖，再到2004年修成正果，呢段感情由萌芽到開花，用咗足足8年。而由結婚到離婚，又係20年嘅聚散離合。佢哋唔係被逼分開，而係終於捱到可以體面放手嘅嗰一日。呢場跨越20幾年嘅情感，始於一次擦肩而過嘅相遇，終於一場體面平靜嘅告別。冇狗血嘅撕扯，冇公開嘅指責，只有2個成年人喺個女大個之後，輕輕將鎖匙放喺玄關，轉身離去。20年，一個係字，隔住嘅係3次求婚，一個女，無數次跨城嘅奔赴，同埋20年嚟最少離多嘅日與夜。張錦程同張妍嘅故事，或者就係好多中港夫妻嘅縮影。開始嘅時候浪漫到爆，最後埋單嘅時候靜到得返1個字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